蘋果蔓越莓香村甜果餡餅，3個大蘋果，1杯新鮮或者冷凍蔓越莓意粉，1杯糖，1湯匙玉米澱粉，1湯匙肉桂粉，細份1湯匙綠豆蔻粉，1湯匙檸檬汁，鹽，豉油意粉，1杯中筋麵粉意粉，1茶匙鹽，回放1杯無鹽黃油，1/4到2份，1杯冷水，1個蛋黃。將蘋果片同埋果醬放入大碗，加入糖、玉米澱粉、檸檬汁、肉桂粉同埋鹽，拌均備用喺大碗中。將麵粉、鹽同埋糖混合，加入冷黃油，用指尖快速揉搓至麵粉變成粗玉米粉嘅顆粒狀，加入冰水一昆地搓合佢，直到麵團乾結合，不要過度攪拌。冷藏麵團，將麵團分成2份，用保鮮膜包好，放入冰箱冷藏至少30分鐘。取出1份麵團啦，用嗰支麵醬呢搓成嗰個圓形呢，鋪喺烤盤底部，倒入事先準備好嘅水果餡料，再用另一份麵團呢就頂成蓋子，蓋喺餡料上邊，邊緣用手指或者叉子壓緊密封。喺餡餅表面擦上一層蛋黃同埋牛奶嘅混合液，咁可以讓餡餅顏色更加金黃。將烤箱預熱到200度，將餡餅放喺烤箱中40到50分鐘，直到表面金黃酥脆。取出餡餅，待涼之後呢，可以配搭冰淇淋或者鮮奶油享用。大家記得點讚同埋關注我哋啦，多謝晒。